位觀眾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9月28日星期日，歡迎收睇曼城新聞。今日嘅主要新聞有：Auden Show 發生致命車禍，工黨公布新城鎮計劃，財相確保北方經濟引擎鐵路落實。今日中午大約12點發生致命車禍。一名80幾歲男子喺 Auden Show Guide Lane 駕駛一架 Kia Rio 汽車，懷疑因為身體突發狀況失控，撞向一間商鋪外牆。男子其後喺送院途中不治。大曼徹斯特警方已經展開調查，呼籲目擊者或者係持有閉路電視、行車記錄儀片段嘅市民提供資料。英國工黨政府公布首批12個新城鎮計劃。目標係到2029年興建150萬個住宅單位，其中2個地點位於大曼徹斯特同周邊地區。首個係 Victoria North， 位於曼徹斯特市中心同 Collyhurst 之間，計劃興建15000個住宅單位，部分屬於可負擔房屋。另一個係 Cheshire Arlington， 將成為一個獨立新社區，亦都會服務大曼徹斯特。工黨表示，新城鎮會借鑑戰後經驗，並設立新城鎮小組，加快批核，提供學校、醫療、綠化、交通等嘅設施，確保每個新鎮有獨特身份。首相施紀賢強調，要重燃家庭置業夢，推動國家更新。英國財相 Rachel Reeves 表示，理解公眾對利物浦至曼徹斯特高鐵計劃嘅懷疑。BBC 透露，由於長遠成本問題，北方經濟引擎鐵路項目被延遲。呢條鐵路原本計劃連接利物浦至 Leeds， 縮短北部城市之間嘅行車時間，推動經濟。Reeves 強調，政府會同利物浦市長 Steve Rotherham、大曼徹斯特市長 Andy Burnham 以及西約克郡市長 Tracy Brabin 合作，確保計劃落實。並且指出已經有資金支持，而唔只係口號。最新研究發現，唱披頭四同貓王皮禮士嘅經典歌曲可以改善某啲常見慢性疾病患者嘅生活質素。澳洲 Monash 大學同英國劍橋大學嘅學者分析101名肺部疾病患者，其中一半參加為期12週嘅線上小組唱歌療程，每次90分鐘，唱經典歌曲如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同 Let It Be。另一半則接受一般治療，結果顯示參加唱歌療程嘅患者生活質素分數平均高7.4分，而參加至少8次以上者更高達11分，改善尤其明顯於女性及有焦慮或者抑鬱情況嘅患者。研究員指出，唱歌可能透過改善呼吸控制、建立社交聯繫同埋提升心情，對患者生活帶嚟正面影響。英國哮喘同肺病協會亦都表示，唱歌能夠控制呼吸，釋放快樂荷爾蒙，有助減痛同提升幸福感，鼓勵患者參加唱歌小組，改善肺病生活質素。今日嘅曼城新聞報導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如果覺得條片有用，記得俾個 like、subscribe 埋，仲可以 share 同留言傾下。如果真係想再實際支持我，可以用 Super Thanks 或者經 PayMe 同 PayPal QR Code 支持。多謝晒大家，我哋下次再見，拜拜。